尋晚出去食飯，啲碟蠔油扒海參鮑魚食唔晒，所以打包咗返屋企。今日用佢嚟加工做一個小炒，因為已經炆腍晒，所以將佢切條用佢嚟做一個快炒。首先將啲京蔥拍一拍佢，方便入味，然後先至將佢斜刀切件，將佢切到咁樣就可以㗎喇。燒熱個鑊，先將啲京蔥兩邊煎香一下，兩邊都煎香咗啦，加少少鹽、燒酒，將佢翻炒均勻。將京蔥炒熟就可以出鍋備用啦。加翻少少油，將啲鮑魚同埋海參放入鑊裏面煮翻熱佢。我用1茶匙嘅 XO 醬，再加多少少蠔油，開一個芡汁。海參鮑魚煮翻熱啦，加入呢個芡汁，煮熟咗嘅芡汁就將啲京蔥回鑊一齊翻炒。因為啲京蔥已經炒熟咗，所以將佢翻炒均勻就可以出鍋上碟㗎啦。你睇，花少少心思就有一味新嘅菜式啦。